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11月26号。这一期我们继续聊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看一看乌克兰战场上又有什么变化。今天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第1372天，也是乌军进入库尔斯克的第478天。前线总共发生了191次战斗，其中62次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乌军总参将特种部队派入波克罗夫斯克，现在波克罗夫斯克开始上演反攻。最新的消息波克罗夫斯克市中心已经找不到俄罗斯军队的踪影，乌军第7空降突击军成功的肃清了整个区域，拿回了市中心之后，把火车站、师范学院和索博尔尼广场地区的俄军全部清除干净。昨天乌军上演一次大反击，对俄罗斯叫祖伊夫火电厂、托列兹南部的变电站、两站克里米亚、莫斯科州等地进行了猛烈的打击。也就是说目前这个战场形势似乎对乌军变得更为有利。这个乌军在波克罗夫斯克境内的反击使得俄罗斯军队目前无法马上夺取波克罗夫斯克。10月24日发布的地理定位视频显示乌克兰军队在波克罗夫斯克西北部的 E50 波克罗夫斯克至巴甫洛赫拉德高速公路沿线保持阵地，但是俄罗斯此前宣称俄军在那儿建立了这个阵地。显然这个俄军要么就是被肃清，要么就是他们撒谎。乌克兰军队在波克罗夫斯克北部俄罗斯军队先前渗透的地区巡逻。在波克罗夫斯克行动的乌克兰突击团报告说乌克兰军队清除了波克罗夫斯克中部的俄罗斯军队。根据这个波克罗夫斯克乌军的主力第7军团的这个战报说俄军正向米尔诺赫拉德施压。俄军的行动性质表明，他们意图在不久的将来切断米尔诺赫拉德和波克罗夫斯克之间的联系。俄罗斯计划包围该市，并向里夫内和斯维特列定居点推进。空降突击部队正在克拉斯尼黎曼阻挡敌人推进。在米尔诺赫拉德东北部，第38独立海军陆战旅俘虏了4名试图渗透进入该市的俄军士兵，其中3人是前囚犯，因签署军事合同而获释。根据这个被俘的俄军说他们在进攻前已经在临近居民点的一栋建筑地下室里住了4天。就是俄军就靠这种零散的小部队几个人往里渗透找到一个地方先躲起来。双方这个派出的这个地面部队都很少，都是靠无人机去互相搜索。我们看这个战争研究所他是怎么说的。战争研究所称，克里姆林宫正在夸大俄罗斯近期的军事成果，以迫使乌克兰和西方交出顿涅茨克州的剩余领土。战争研究所评估认为，俄罗斯军队的推进速度自阿拉斯加峰会以来有所加快，在8月15日至11月20日期间，平均每天打下 9.3 平方公里。尽管如此，俄罗斯的进展仍然明显受限，即使按照目前这种推进速度，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他说，俄罗斯军队要到2027年8月才能最终占领顿涅茨克州剩余地区，因此俄罗斯总统普京试图迫使乌克兰交出这些地区，以节省俄罗斯在乌克兰其他地区可能用到的宝贵时间、精力、人力和资源，所以需要特朗普帮忙从中这个助攻就是波克罗夫斯克已经打了1年半了快2年了，俄军也拿不下。虽然天天号称已经把乌军包了饺子，对吧？已经拿下了波克罗夫斯克，但是到现在是不是双方还在交战战争研究所说照这个速度要到2027年8月份，也就是2年后才能拿下整个顿涅茨克。俄罗斯部队很可能将完成对波克罗夫斯克和米尔诺格勒的占领，尽管完成占领的时间目前尚不明确，俄罗斯可能会试图利用最终对波克罗夫斯克占领来制造信息效果，以推进克里姆林宫关于俄罗斯在战场上胜利是不可避免的论调。这当然并不符合事实，我给他翻译一下也就是说，普京现在急需一场胜利来鼓舞他们这个小集团以及俄罗斯人，好为他们在外交上面去忽悠这个特朗普加点料。战争研究所说事实上俄罗斯部队花了21个月才推进了约40公里，并开始包围波克罗夫斯克、米尔诺格勒地区。占领顿涅茨克州剩余地区的行动，包括规模更大、人口更多的堡垒地带，将需要
多年的艰苦战斗。而自2022年以来，俄罗斯部队没有显示出任何快速包围、渗透或以其他方式占领堡垒地带的规模城市的能力。在康斯坦丁尼夫卡方向，乌克兰国防军在进行了成功的反击，并将俄军从定居点西部推离。该地区成功的反击将进一步限制康斯坦丁尼夫卡东南部推进的俄军的补给增援路线。在伊万诺皮利亚，俄军并未能完全占领这个定居点，任由乌军分散在村庄各处，利用无人机与俄罗斯周旋。波克罗夫斯克方向，乌克兰武装部队已重新夺回城市西部入口，并重新控制了 E50 公路城市段北部的大部分区域。波克罗夫斯克火车站、索波尔尼广场和波克罗夫斯克师范学院目前正在周围执行搜索和摧毁任务，清剿小型的俄罗斯渗透小组。总体而言呢，说波克罗夫斯克战区的局势仍然严峻且动态变化，俄罗斯部队仍然在继续向前推进，以合围波克罗夫斯克至米尔诺格勒地区。有消息称，在多布罗皮利亚突出部作战的部分军队已转移至该方向，以阻止俄军的渗透。赫尔松方向，乌军再次登上金本沙半岛，将火力覆盖推向了奥列什基和金本恩半岛等地的关键后勤路线。俄罗斯军事博主们公开对第聂伯河左岸的局势感到担忧，声称乌克兰无人机和远程打击使得俄军的补给几乎不可能进行。这是战争研究所对双方前线的一个报道。虽然对乌军来说局势还是很严峻，但是普京想要拿下波克罗夫斯克，那不知道猴年马月。乌克兰防空部队夜间表现卓越，使用爱国者系统成功拦截3枚瞄准基辅的伊斯坎德尔弹道导弹。空军发言人伊格纳特证实，该系统完美发挥性能，并至少拦截1枚匕首导弹。出于作战安全考虑，未透露细节。这个乌军无人机部队和国防军一起又干了一件大事这个11月25日星期二凌晨，乌克兰国防军成功袭击了俄罗斯联邦的几个战略军事目标。这一下可厉害了乌军袭击的目标是塔甘罗格和新罗西斯克，摧毁了上述地区的这个飞机和防空导弹系统。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对此进行了通报。此次打击由火箭部队、炮兵部队、特种作战部队、海军、岸基火箭部队和无人机部队共同实施，使用了舍利无人机和海王星导弹。这回海王星又立奇功。这个塔甘罗格有2家企业遭到袭击，一个叫贝列耶夫飞机修理厂，一个叫莫尔尼亚无人机制造厂。这些设施内部发生多起爆炸并引发大火。根据乌克兰总参谋部说在塔甘罗格工厂遭袭期间，俄罗斯的 A60 实验飞机可能遭到损坏。该企业还负责维修和升级 A50 飞机和图95战略轰炸机。这个具体的战报恐怕还要等到未来几天乌克兰那边要核实。但是目前传出来消息这就很厉害了首先说，乌军直接击中了一架 A60 激光实验机。这个飞机俄罗斯仅有2架，就是在伊尔76基础上改造的。这个空军基地的油库还被海王星给击中了。有传言说根据这个俄罗斯空军空天军的部署和作战的数据说这个乌军袭击甘塔罗格的这个叫别里耶夫航空修理厂的时候至少有3架 A50 和1架图95正在该修理厂进行修理。很有可能3架 A50 远程这个叫预警机还有1架图95战略轰炸机恐怕都被摧毁。所以这个是非常大的事情也就是俄罗斯空天军好像一共只有几架 A50 这个预警机去年还是前年在这个亚速海上空对吧被击落2架，在白俄罗斯被击伤1架。这一下很有可能给俄罗斯空天军的这个 A50 预警机断了根，全军覆没没有了，也造不出来。这非常有可能这个打击比那个莫斯科号巡洋舰给它改装一下这个成果更大。还有1架图95这还不算位于罗斯托夫的这个就是塔甘罗格这个基地1家无人机制造商还有电子战系统被彻底摧毁，并且这个新罗西斯克这个港口遭到打击。这个叫谢什哈里斯石油终端和克拉斯诺达尔地区的叫图阿普谢炼油厂，据初步消息
新罗西斯克的油轮装卸设备和 S-400防空导弹发射装置遭到摧毁。这个乌军啊，在这个外交上继续跟特朗普缠斗，战场上狠狠的痛击啊俄罗斯侵略者。可以说这回啊，真的是把俄罗斯给打疼了，普京肉疼啊！这些飞机是打掉一架少一架，没有办法再生产。当然了，这个俄罗斯也没闲着啊。乌克兰空军11月25日报道啊，说当地时间11月24日晚6点起至25日上午10点，俄军对乌克兰关键基础设施目标发动大规模联合打击，使用了空射、海射和陆基导弹以及无人机。乌军雷达部队共发现并跟踪了486个空中攻击目标，包括4枚匕首空射高超音速导弹在内的22枚导弹以及464架各型无人机，包括首都基辅在内多地遭袭，基辅市以及基辅州、奥德萨州等多州10万用户断电。俄罗斯国防部呢，今天发布消息称，从莫斯科时间11月24日深夜11点到25日清晨7点，俄军防空部队在多个地区上空击落了249架乌克兰无人机，其中在黑海上空击落116架，在俄罗斯联邦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上空击落了76架。你看啊，俄乌双方啊，这个加大了这种对对方纵深目标的打击啊，哪有一点停火的意思啊？这个战场上啊，双方是越打越激烈，但是这个外交上面那也是刀光剑影啊。首先是啊，说美国官员向 ABC 新闻通报，乌克兰同意和平协议条款，但仍有一些细节需要敲定。另外，乌克兰首席谈判代表乌梅罗夫表示啊，他们期待安排泽连斯基在11月合适日期访问美国，以完成特朗普提出的和平协议的最后步骤。这个美国的媒体又在放风啊，然后这些俄媒啊，包括一些黄俄宣传说泽连斯基投降了，泽连斯基已经同意将乌军规模限制在80万人以内，还说这个泽连斯基啊已经原则上同意了这个和平协议啊。这个据说啊，俄乌双方在日内瓦不是把这个特朗普的28条投降协议改成了19条吗？删掉了9条啊，剩下的19条也就做了变动，说这个泽连斯基原则已经同意了，还有很多细节啊，分歧的地方需要泽连斯基跟特朗普亲自面谈。那是美国媒体放风啊，原则上就是泽连斯基已经投降了。这个美国媒体报道啊，由这个乌克兰情报总局局长布达诺夫啊率领的乌克兰代表团正在阿联酋首都与美国和俄罗斯方面进行一系列闭门谈判。也就是说啊，根据美国媒体报道，这乌克兰已经派人跟俄罗斯跟美国在阿联酋已经开始谈判了。这个代表就是布达诺夫说，这是近几个月来乌克兰和俄罗斯代表首次在美国见证下进行直接对话。据媒体报道，俄罗斯代表团也由某情报机构负责人率领，但其姓名未被披露。根据媒体报道，乌克兰和俄罗斯代表团的会晤是事先计划好的，涉及的是另一个议题。然而，美国陆军部长德里斯科尔对阿布扎比的意外访问改变了事态发展，并影响了议程。也就是说啊，这个媒体所说的乌克兰和美国达成的这个19条已经拿到了这个阿联酋阿布扎比啊，先进行讨论。就这意思啊。你看这个美国陆军部长德里斯科尔，对吧？连忙赶到这个阿联酋的首都阿布扎比去了。德里斯科尔的新闻秘书杰夫托尔伯特证实，美国部长正在与俄罗斯代表团进行谈判，谈判进展顺利，我们保持乐观。根据《金融时报》的说法啊，美国和俄罗斯关于和平计划的直接谈判于昨晚启动，美方向莫斯科提交了更新版本的提案，该文件是在日内瓦磋商后修订的。乌克兰代表团也了解了更新后的条款，但目前尚未公布其内容。在与欧洲伙伴进行一系列会晤后，华盛顿加强了外交努力，试图加快潜在协议基本条款的协商进程。乌克兰表示愿意考虑不侵犯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提案。这个美国媒体啊也很有意思啊，就到处放风啊，说泽连斯基投降了。我觉得这个纯粹是媒体啊在干扰视线。为什么呢？首先第一个啊，去阿联酋阿布扎比派的是谁啊？布达诺夫。这个布达诺夫是乌克兰最强硬分子，反俄积极分子。大家还记得吧？他这个36岁生日的时候搞了一个蛋糕啊，上面是俄罗斯的地图，然后他把它全部切开，说了要肢解俄罗斯，历史上被俄罗斯侵略的国家领土都要还回去，就这么一个人。然后还策划了克里米亚大桥爆炸一系列的啊这个重大事件，并且亲自率2架黑鹰直升机，对吧，深入这个波克罗夫斯克。就这么一个人跑去跟俄罗斯谈判，他能投降吗？就他命都不要
要的人，对吧？就是泽连斯基派他去，纯粹是不想给这个特朗普留下口实。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无论是泽连斯基还是这个乌克兰的什么最高拉达，还有欧盟，都画了红线。这个红线就是第一个是对乌克兰武装部队规模的限制是不可接受的。第二个就是乌克兰加入联盟，比如北约还是欧盟，权力不容限制。第三个，乌克兰绝不承认失去的领土。泽连斯基也是这样画了3条红线。这欧盟这个主席这个冯德莱恩已经画过了。你说泽连斯基突然他就投降了，这个解释不通并且乌克兰和美国在日内瓦谈完之后，那个泽连斯基出席这个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第4届克里米亚平台议会峰会，他是通过视频出席的他在这个会上，对吧，再一次表态绝不承认失去了领土，对吧？这个乌克兰的武装力量不容限制，战犯必须要得到惩治，不可通过武力改变这个边界。大家看视频Thanks so much, dear ladies and gentlemen, dear Sweden, honorable Mr. Speaker, and all the friends, dear Ruslan. I'm glad that the Ukrainian Crimean platform and its parliamentary track continues to work and keeps attention on a simple truth. Every nation and every state must be respected. And the core principle that kept Europe peaceful longer than at any other time in its history must be protected. These principles are clear: respect for human life, no changing borders by force, and no spheres of influence, a polite term used to cover the desire to dominate other nations and wage wars of aggression. This is exactly what the Crimean platform stands for, refusing to accept that launching wars of conquest is normal and refusing to normalize cruelty toward people and nations. Thank you for taking this principled position and for clearly stating that the annexation of Crimea in 2014 was illegal. We all understand the global reality. In a world of hundreds of nations, there are thousands of potential wars, some frozen, of course, some hidden under old deals, some still smoldering. But in most cases, peace is upheld by international law, by conventions, agreements, and the UN Charter. If these principles do not work here in Europe, then where will they work? It is a rhetorical question, and behind it lies a global fear that war, not peace, could again become humanity's everyday reality, as in darker times. We cannot allow this. Right now, we are at a critical moment, and we are working closely with the United States, with European partners, with many others to define steps that can end Russia's war against us, against Ukraine, and bring real security. And there is a lot of noise in the media, a lot of political pressure, and even greater responsibility for the decisions ahead. Putin wants legal recognition for what he has stolen, to break the principle of territorial integrity and sovereignty. And that's the main problem. You all understand what that means. He wants it not only from Ukraine, he wants it from the whole world, and it's very dangerous. And I want to stress one more thing. In the steps we've coordinated with the side of the US, we've managed to keep extremely sensitive points on the table, including the full release of all Ukrainian prisoners of war under the all for all formula, and civilians, and the complete return of Ukrainian children abducted by Russia. These are important steps, but to achieve real peace, more is needed. Of course, we all continue working with partners, especially the United States, and look for compromises that strengthen but not weaken us.
And we will continue explaining how dangerous it is to pretend that aggression is something one can simply overlook and move on. And I ask you, do not stay silent. Do not be passive observers of history. Be participants. It is important to support Ukraine now, and I thank you for that support. It is important to support the negotiation process, and I'm grateful for every piece of advice and every bit of information we receive from European leaders. And it is crucial to support the principles on which Europe stands, that borders cannot be changed by force, that war criminals must not escape justice, and that the aggressor must pay fully for the war he started. And this is why decisions on Russian assets are essential. Please support these decisions, and above all, keep pressure on Russia. Russia is still killing people every day. Occupied territories remain occupied. And that means Russia remains a criminal state. Today, almost 70 parliamentary delegations are present. And if parliaments in Europe, in the world, do not close their eyes to this, then no one will. Thank you for your support. Slava Ukraini! 所以这个时候，美国媒体放风说泽连斯基投降，确实很有意思啊。这个传的还有鼻子有眼啊，说这个泽连斯基要投降，然后前北约秘书长紧急呼吁说，欧洲必须停止等待华盛顿发出信号，在乌克兰问题上采取主动。对普京来说啊，纸面上的承诺毫无意义，只有具体的行动才重要。因此，我现在呼吁欧洲向乌克兰前线后方部署2万名士兵，建立一支由约150架作战飞机组成的空中屏障，并解冻俄被冻结的资产。这个虽然是北约的前秘书长说的啊，但是他这个建议是对的啊。这个欧洲啊，不能再这么柔弱，还在那儿商量来商量去的，都什么时候了？毫不犹豫的，对吧？派部队进入，你可以不跨入俄罗斯领土，对吧？你在乌克兰军队的后方建立禁飞区，对吧？没收俄罗斯的冻结资产，援助乌克兰，还在那儿犹豫啊？乌克兰如果真的是泽连斯基投降了啊，搞不定了，你欧洲怎么办呢？未来3-5年，俄罗斯只要拿下乌克兰，你想想，乌克兰有80万军人，俄罗斯100多万，加到一起200多万，你整个欧洲加上美国，你谁能跟他抗衡？就打常规战争啊！美国要派部队过来，这要死多少人？准备？问题是你不一定打得过他，人家乌军和俄军在战场上那是实战，对吧？练出来的，那是练家子。就好比你美西方跟欧洲那是闯武，对吧？人家这个是现代搏击，你说怎么打？现在用的都是无人机，对吧？你那以前那个2战之前那些打法套路，靠坦克都没用了。也就是说啊，俄罗斯要吞并了乌克兰之后，那整个欧洲你谁也挡不了他，等着完蛋吧，对吧？欧洲要想在这个俄乌问题上占有一席之地，要有发言权，靠的是要拿出真正的实力，而不是跟特朗普啊在那恳求，也就是敢于对特朗普说不。但目前啊看不出来啊。首先是这个泽连斯基啊，立马给这个德国总理莫尔茨通电话，莫尔茨对吧？前2天在这个南非啊，他说了啊，俄乌战争他看是停不了的，这个意思啊。那泽连斯基和莫尔茨通电话说，分享乌克兰实现停战的最新进展。乌方代表团日内瓦归来后提交了更新版的框架协议完整报告，表示与乌方沟通持续进行，感谢美方各项努力，特别是特朗普总统的亲自参与。这是泽连斯基和莫尔茨啊，双方研判了近期局势，协调下步行动，并讨论了今日由德国主持的意愿联盟会议议程，也就是那个要向乌克兰派兵啊。这是德国啊。我们再看马克龙也表态了啊，马克龙对媒体说啊，他说一旦俄乌战争和平协议签署，他的意思就是一旦双方停火和平啊，只要双方交战那就不行，将在基辅或奥德萨等远离前线地区部署保障部队。这支由英国、法国和土耳其士兵组成的部队，主要承担培训乌克兰军队以及协助安全的保障的职责，其模式类似于北约国家在联盟东部前沿的现有支援机制，并且他特别强调啊，该行动将通过政府间联盟形式推进，就是志愿者
者联盟啊，志愿联盟，预计约20个国家准备在陆海空领域提供支援。马克龙的意思是，俄乌双方只要一停火，马上欧洲部队就要进驻乌克兰，不是以北约的名义，志愿者联盟。就这一条，普京能接受吗？对吧？普京一再强调，乌克兰不能加入北约，乌克兰不能有外国军队驻军，而且还把乌克兰的军队削弱，对吧？有时候80万，有时候60万。我们再看看英国首相斯塔默啊，这个斯塔默说啊，他说乌克兰和欧洲盟友啊，将致力于完善美国的和平计划，而非起草单独文件。美国最初提出的28点和平计划草案中，包含一些不可接受的条款，但也有一些非常重要的内容。这些内容对于实现公正和持久的和平是必要的。斯塔默表示啊，在周末举行的日内瓦谈判中，由于美国和乌克兰在更新和平协议方面取得了进展，谈判取得重要成果。这个斯塔默强调啊，斯塔默也画了个红线，说乌克兰的主权必须得到维护，乌克兰必须能够在未来保护自己。关于乌克兰及其未来问题，必须由乌克兰决定。涉及欧洲和北约的问题，需要得到欧洲和北约成员国的同意。言下这一句不是你特朗普一个人说了算，对吧？很委婉的啊，警告了一下特朗普，你在那儿跟普京那儿捏咕的那东西没用，你要涉及到欧洲的，必须欧洲人同意；涉及到北约的，必须北约同意，不是你特朗普说了算。说只有满足这些条件，才能实现公正持久的和平。无论是德国总理莫尔茨，还是法国总统马克龙，还是这个英国首相斯塔默，这个态度非常坚决，对吧？不要说割让领土了，连限制军队都是不可能的。停火之后啊，乌克兰要有能力自己保护自己。这个德国现在还在琢磨着派部队，对吧？志愿联盟进入乌克兰。我们再看看这个俄罗斯这边，本来普京啊很开心，毕竟他交代给特朗普的任务嘛，对吧？是他给的这个28条给特朗普去落实啊，对吧？坚决贯彻，坚决执行。结果你跟这个乌克兰人在日内瓦一谈，就砍掉了9条。你说这个普京能同意吗？普京说在28条的基础上可以再谈谈，结果首先第一个砍掉了9条，变成19条，对吧？这个协议大大缩水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乌克兰一不承认领土，第二个也不愿意裁军，第三个还要加入北约和欧盟，这是他的权利。你说，即便啊特朗普很满意，跟泽连斯基两人像模像样的谈，那普京也接受不了啊。这样的一个协议，普京拿回去怎么向俄罗斯人交代呢？他这死伤100多万，花了这么多钱，在全世界孤立，欧洲市场也没了，换来的是什么呢？这个整个协议啊，让我看来实际上就是泽连斯基在跟这个特朗普在打太极。因为归根结底，泽连斯基不能直接得罪特朗普，对吧？现在还不能彻底的跟特朗普翻脸，那他只能跟他周旋。那现在看普京能不能接受啊？这个11月24号，乌克兰最高拉达议员贡恰连科，他在那个电报频道上发文说啊，他说泽连斯基已收到本周赴美与特朗普会晤的邀请，但是泽连斯基拒绝了啊。泽连斯基以需要更详细的制定计划为由拒绝邀请，并提议下周赴美。这个明天就是27号，就到了特朗普的这个最后期限了，人家直接就跳过这个期限，一竿子支到下周去了。这个也是跟普京学的啊，让你特朗普没脾气。这个俄罗斯人啊，把这一切啊都怪到这个英国首相斯塔默、法国总统马克龙还有德国总理莫尔茨身上啊，说这欧洲啊捣乱，伦敦试图挫败特朗普调解冲突的意愿。这是俄罗斯对外情报局新闻处说的啊，你看看，这从这就说明啊，这个28条那就是俄罗斯人的意思，现在改成19条，再加上这个欧洲这些人这强硬的表态，气坏普京了，普京的算盘啊又落空啊。这个乌沙科夫啊，就是作为这个普京的办公室是主任吧，对欧盟与美国分别提出的乌克兰和平方案做出罕见公开评价。他直言，欧盟方案完全不具备建设性，对俄罗斯而言行不通，并首次明确否定欧盟的和平框架，就是那19条啊。相比之下，他对美国提出的28条方案则表现出明显的正面态度，称并非所有条款，但其中许多对我们来说相当可以接受，并认为该方案具有进一步讨论的潜力。那当然了，28条就是你俄罗斯人提出的嘛，所以这个现在19条对俄罗斯来说是不可接受的，气坏了啊，白忙活了。这个扎哈罗娃啊，将欧盟提出的乌克兰和平方案痛斥为荒谬可笑。这个拉夫罗夫
指责称马克龙等人正试图曲解美国的和平方案，以推行他们自己的政治议程。这个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说说俄罗斯已经收到了美国提出的调解乌克兰冲突的计划草案，就是那个28条，他已经收到了。但是呢，说这个目前尚未收到更新版的和平计划文本，也就是那个19条还没收到。俄罗斯人很有意思这个俄罗斯人什么态度，我们过2天就知道了泽连斯基到底是不是投降，也是过2天就知道了。这个美国媒体在里面煽风点火也很有意思。所以说现在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非常微妙的时刻。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